係啊，各位聽眾，我再歡迎人都來收聽，我別叫我死，佢在新嘅話題來收聽，我人無想嘅，安怎講啊？佢在話題人都來收聽，變得好見嘅節目。當今日我是少年人，講這邊聽下邊聽啊，這是我這禮拜話題咧，咱嘛想講少年人啊，無這邊聽下邊聽，少年人唔是有聽呀，這是嘅。咁這禮拜我未講嘅話題就是這邊聽下邊聽。是蝦米物件啊？實人冇通講嘅物件，講嚟聽即個話題。介紹咱特別嘉賓，因為咱特別嘉賓恁看起來是較濟是安家安啲嘅回事啦哈。特別你看我個字曬安哥內安啲哦。有啲我是件數，我是劉姨啊。對，我是安雅芝呢。等陣我看伊食咩，即個 view 我即食咩嚇，我要讀一字，我個讀咪等我放大啫。伊係咪都學邊個不要咩面？骨面嘢排骨面。排骨面，排骨排骨面。伊裡面有排骨了。冇啦。哦，伊味素是排骨嘅啦。味素嘅啦。OK， 我特別咁樣就是維娃娃咯，了個有英國中咯，歡迎。Hello， 大家好。了個有阿三laksa啦，歡迎。歡迎。個有我人校長阿龍，歡迎。了我記錄啊嚇，等我講，喂。個曉落個等陣 copy， 我 copy paste 先嘅 topic 先，但係嗰個 topic 上地未記 post YouTube，OK， 但係即 post YouTube 啊，แล้ว個我人嘅曉落唔是曉落 ，Hello， 曉落先得嘅，歡迎，แล้ว個 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是看樣是係咩人啊？Clubhouse 入邊是播金啲啊！細下你唔是講咩困呀嚇？播金啲細下你唔是講咩困呀？但係個啲個唔使係困了，但我見講我看第四隻困。OK， แล้ว個有咧別使講可能。Hello。有冇普及就使嚇？普及冇聽咩嘅 ？Thank you, baby. Thank you. 老師咪有故事故聽你早困嚇，調本，然後特別冇老師困上濟啊，辛苦聽啊，咁講，然後個有阿蕉歡迎 ，Hello， 然後個有葡萄乾歡迎 ，Hello， 大家好。葡萄乾這是係咪我長咧？我想講係紅嘅榴蓮，然後個有叉米粉歡迎。Hello， 我哋長 A。成個話大家長 A 冇同講，了。我先話長 A 嘅就是姑姑聽咯。OK， 來講這話題咧，我要講嘅是一邊聽下邊聽。我是感覺到咧，人是有一個回聲噶，還是無？我是一邊較就是有回聲人啊，是紅響一邊聽下邊聽，但每個最近得落去聽。我會記我是到底我會寫朋友㗎啦，對住講話時就是講攞這邊聽下邊聽，當今攞到去聽。我小姐做聽哦。好呀，先聽啊，冇先冇聽，先顧聽啦。嚇，到位來講話正。我阿想苦到嚟，我覺得會叮當嚟嘅了，特別我早起請起來就唔知咧，我會真暗呢條。早起請起來是真暗。你頂日咪是講即個韓國人有一個請假係嘛？鬼先叫做鬼先顧聽嘛？冇曬啊，鬼先顧聽啊！特別我唔是種應該。你鬼先顧聽，我是學人拍，我真遲慘嘅咋？依時有時冇齊，咁學人拍冇齊啊？哦，就是講先顧就睇。哦，先顧就睇掉啦，有先顧就睇。哦，先曬咁冇曬，就是先顧就睇嘅意思咯。哦，我唔是呢種啊，我就講
冇運動啊，แล้วกู佢只借了我本做想啦，看阿龍我個你對想，真正硬咯，所以伊唔知硬你係卡吹哦，你係卡吹，喂，搞出無數，特別我想你腰骨一啲卡吹腰骨會響啊， ，lower back，坐起來時係 lower back 會痛咯。我第痛嘅時候就是我按摩棍在這裡，我按摩棍這邊真係痛嘅，我當今是無痛，特別伊會真正硬，伊會定去咯。係啦，我達到我因為我就真正屬個 massage 啊。嗰陣時就貴啦，係啦，我有去 massage 話咧，我就驚我咪做 body 嘅，我近日做頭呢，佢個按摩棍，佢個夾隻，冇去夾隻，佢個鏡頭這邊啦。แล้วอีแต่ต้องเนี่ยจะเป็นยังไงยังแต่เนี่ยเอามาคุ้นเอาบ่อยอ่ะจึงอีตัวใจอ่ะจะ講อีแต่เนี่ย就講你這邊冇事啊對你做工作真久啊對平時你冇運動咗對伊會知哦伊規身軀感覺到我你是 chiropractor 啊？冇啦我我一陣嘅會使哦，會阿龍身使軀真定嘅咯，對一般在因為我可以帶過對哦，誒你把這阿個龍嘅按摩棍成個batu嘅呢，可能。對我按摩棍知道定哦，所以有時候覺得飲定點使要咔咔呢哦，咁嘅聲啊，唔是你骨嘅聲嗰種。一見一百馬手定，你是 stress，你好你 stress 啊，冇管你啊，有可能咯。แล้ว你怕水，你是做工小姐嘛？我困點聲，我點聲，我真係看過除掉一個真正好嘅 position，真正好嘅 position，就 comfortable position，我真係看過除掉嘅。你咪你冇俾條名稱，你名稱你一定。啊對，我名稱是較定淡薄，係了，特別我有俾一個 topper，你 topper 是女嘅，好嘅就係我俾你 topper 啦，啊冇嘅話咧，我 feel 到我困者係規時個我聽咯。哦，尖頭咪是有關係嘅，對，尖頭關係，所以我同佢撳開咯，我係佢俾你無紙嘅啦，真係貴啊，幾百塊一個啊，我同佢撳開啦，因為我就講有見咯同佢。但係就是講阿周後你講困定嘅講係咪？我較屬較困定嘅名稱咧。哦，馬路啦，唔是講困定嘅名稱對咱嘅身軀會較 OK 嘅咩？較好嘅，你看中國甲韓國本是嘅啫，因為傳統啊本是困定嘅名稱甲定嘅尖頭嘅。尖頭或者定嘅，只係注意可能，你注意呢條。人講是對身軀較好嘅啫，伊後來是按摩牌啦，變佢女嘅尖頭去啊。就叫我隻名就西啊。我叫你，你第一環境困我做假，你想我做假落好困嘅。誒，我唔捌困過你做假。哦，你講我你學我困喺一間房間嘅。冇係尿板啊！我係尿板還是你係尿板？我係尿板。哦，我唔捌困過。你係定嘅女嘅？伊當然是定嘅，頭前是女嘅，伊是咪分頭前對面，所以伊會掂落去，有一定 support 你 back。你開字哦，迄邊上。未講就貴啦，咪差唔多啦。差唔多是有借啦。我世界啲單料咧，近日做假地個過程俾我俾，近日做假。就是是咯，好嘅價就是你價錢嘅咯。而且係很幾年嘅事啊。唔知對成個好嘅困是真係有見嘅嘛。我照假是被差唔多被換了嘅，是講我在這邊搞在這 project 會等啦，我是delay 呢。Anyway，咱講到對聽，你嘅按摩棍有聽啊龍？我冇聽嘅，特別我按摩棍是只定，特別那時我去做 massage 話，你學一度會一定點先話，我就會真係聽咯。OK。因為一掠到你見，掠到你射話咧，我就會真聽咯。平常時我安尼款無數嘅。然後我是，等陣我想話到，有當時會聽，為就是我我當然無我個在，頂到我有一幫嘅時是我骹頭有會聽。骹頭有會聽，了啊無就是我腰嘅邊也正手邊淡薄，較起淡薄，甚至講人嘅腰落來，特別唔是 directly 嗰啲動位。hip bone 啊 ，hip bone 你較懸起淡薄，伊時候一粒 muscle 來看，伊成個人嘅骹喙嘅屁股起個腰嘅哈 ，lower back 嘅正手邊下邊哈，哇邊哦，你 age 啦 ，because 對你是你行路，你徛。
嚇啲對跨掉都佢哋規矩開嘛。嚇，แล้ว好我是係咪事事聽我就我頂到 hippy 啊，我 hippy 我做我 directing 嘅時做啲 hippy 時我徛我較就是徛 maybe 一日徛8點鐘10點鐘咁樣徛掉咗好啲就，แล้ว我係穿嘅鞋啊無夠 cushion 咁就，所以變咗我直直聽我着久我就轉滿啊，我就當然冇去啊，但我冇但係咧個有啥物事我是行路。然後做好我馬手女，唔識一較鬆到對啊，嗬，แล้ว變咗冇聽去啊。我成日到啲 treadmill 去行，แล้ว變咗較靈去咯。係你解哦，係你我同你講啊，點聽，一時24點鐘直直聽，一時大聽細聽呢樣。是唔是晒一啲 nerve 嘅 issue？唔是晒的呢，我去看本。伊是我是 muscle 嚟，唔是 nerve 嘅數。我是想咗晒的 nerve 本就，特別我冇把啦。because 晒的 nerve 樣個一落架去一啲，你卡把東西。你覺得有阿妹？啊，就電嘅，啊，我個冇嚟咯，是講我是淡薄，我聽啦，我想一直位呢啊，所以我特別我一粒 tennis ball 係到底我車位啊，我到底我卡 seat 位啊，我下掉，所以成日 G 淡薄啊，你 G 過咧零嘅都較無嚟聽，特別我當今我背我後背骨，有當時我夾卡起來後，我壓嘢一啪呢隻，可以生氣，然後都無嚟聽啊，係是啊，特別我卡頭有。อันนี้คนนั้นว่าโบราณสาวปักอยู่ที่ปักอยู่เลยแล้วมีค่ะหลังไอ้ปะหลังexpert pain expert ก็หลังจากเลย都個聽過鏡頭安怎聽因為有一種物叫做50斤，你都聽過啊？蒲健啊嘛，啊蒲健啊你 shoulder 咩啊 shoulder blade frozen shoulder shoulder 啊 frozen shoulder 對。frozen shoulder 是你夾未起嘅，得隻呢？對，真正聽你。超未有，你。外國因為發紅。啊 inflammation。即係佢有時 inflammation 問題啦。chiropractor 未做frozen shoulder，I chiropractor 未做嘅，我教你做嚟殺頭。我聽死啊！大隻。都會考嘅，都會考嘅。特別我是 health 解決係冇吹 chiropractor。我是貴先嗰天，因為我是 high in uric acid 啦。哦。我是 inherit 嘅 uric acid。所以你成成你 uric acid 燒到你身軀啫。and then 我 sometimes 卡嗰時覺得冇冚到配單嗬，吹風扇啊，阿媽就插機咧，哇痛哇死啊！你個第一 call chiropractor。uric acid 嚟㗎啦 ，chiropractor 係教你調你 uric acid，I mean 係做你 uric acid。伊 adjust 好路啦，伊個零咧嗬，下個浪痛 ，and then 我 chiropractor 是個 ，I mean 伊未講就愛噴你累啦 ，even 都伊是叫你講你個if 你聽點聲時，你個日本來逐個禮拜，但伊甲我講咧，after 我 crack 對去，你刮痧到你嘅 pain area，because 刮痧會help 你 inflammation to heal faster。easy。你用刮痧 actually 都未使最近個 factor 上濟啊 ，because 你嘅 bone 會 loosen up 啊，拔到你較有會成隻痛嘅咋。比 chiropractor 本身正我隨就好啊，我隨前估啦。chiropractor 有嘅是今日用 crack 骨嘅，特別我係 chiropractor 我下路 crack 骨嘅，冇打得。我咪上。咩其他都逼都 crack 骨上字，係你 crack 骨咧，我是感覺較無好啦。伊是小錯，你知？because 伊 adjustment 是面是真正細呢就，伊真錯嘅款呢。然後我 chiropractor 伊是用一支細細嘅forceful 嚇，硬就硬。塞下你，塞伊骨到斷去嘅，你是較好。啊！然後伊會做加細骨輪啊。你講嘅 spring 嘅話，我就一下就鐵嘅骨乜呢？一 Q 一拍，呢邊一拍呢？伊拍，伊聲只大聲，特別是無聽嘅。伊聲呢大聲，伊就突隻，特別伊都無聽。伊 spring 的伊 impact 嘅啦，是崩呢。伊是塞伊骨到斷去跌嘅位呢。你人個就人有頭殼聽。成啊migraine。migraine 嚇。個 migraine tension headache。tension headache 哦，美國你要去上地都冇 tension 咧嗬？係咯，上地冇 of course。去上地冇 tension。
我做 chiropractor ，happy 嚟 ending， every 3個月有嘢係 migraine 嘅招起喎。係咪嘅？你講啊，保險啲。係你頭痛咧，有時講你做 chiropractor 調好時候你啊，你會頭痛會個招 ，because 會頭痛咧是因為你會骨跌掉係你筋啊。係，所以意思講調啊，我 every 3-4個月安尼去。但要一擺啦，是講無數嚟講啦，3-4個月去，一擺 just to maintain 嘅。OK。所以成日未達到你見人就你骨。當乜做一個班長？我本捌做過，啊叫班長 chiropractor 我三冚唪唥噶啦做過。個八關個。啊，你做別不？係咪？我諗講唔知，我唔知係咪嚟。八關啊，八關是係你嚟係。甲冰哦，伊叫咩？你講咩八關係咩意思？八關。八關啊，八行關。八是拖是八起來班哦，關係咩關啊？做時隻聽啦，特別做咧就關頭啦，應該是關啊。係咩關啊？哦，八關，man 華語來。八關，八一關。做時聽。特別做了就爽呢，我一生氣是唔是？你會嗰一笪經驗啊，係咯。特別古仔係你八關嗬，我媽都做點聲時嗬，伊嘅嚟度一個細細嚟看到你可以攞出來嚇，拿三會熟嘅攞出來，用 bamboo 嘅得。但是用 bamboo 嘅。如果有個，你去馬來人嘅，你用做甲餅就會。喲，我聽過，掃起來啊，可以會 release 出來那款。係你話記你我講講 infected 冇咩情況。但都有冇用會啊？人講聽，講係點會？人最搞就係搞打鼾聽，就是人別打鼾聽，因為打鼾聽 threshold 關那個。真係滾，破壞鏡頭。你是搞打鼾聽啦，保險啲。我飛到我時打鼾。安怎我會打鼾聽？咱康口講用，而家阮查某有大波多過嘅時候佢驚。所以佢就是查某是較搞打鼾聽嘅大波咧，in general。你個看一個查某未打鼾聽咧，伊成驚點聲就講嘰叫安尼款咧，面試人無數格嘅咋。面試會講。特別即個有人是 genetic。你 pain 嘅 threshold 無像 genetically 伊無像嘅話，伊 reaction 有人講就係gas 特別無影，伊唔是 gas 就即是你成講你講我嘛是在世代正成驚，我都無像伊嘅講嘅大聲，特別其實是伊嘅 genetically 被打鼾聽啊就，伊嘅 threshold 無像。我相信啦。你聽咧，你會 control with your mind。because 我人成日點聲時，我人有去係你成日 counseling 嘅咧，係你一 class 嘛。誒，你又教你只係你 Lamaze breathing 嘛？Lamaze breathing 係你係你咧是 control 你嘅 pain 嘅啫喎。所以你做係你咧，你就未講嘅就笑。特別你嘅 standard 甲別人 standard 無像，你嘅 threshold 啦，所以你聽 threshold 甲別人聽 threshold 無像。就所以你會 control 誒 threshold maybe 會搞個你聽個雜也好，你會 focus 伊啊會聽個變做切去，特別有個人啊，伊 genetically 就是15了嘅就，แล้ว伊做 breathing 每是13、12咧，佢每是聽過路個就伊 outcome 啦。啊，英國但我看英國當啲食咩啊，我個邊問看伊搖頭。應該是 stir fry spaghetti 哦。只估計菜人食物件。Pasta alla pesto de melanzane。等咩？我是。但係咪你講咩 ？Can you speak English？ Italy 嘅啦。Pasta alla 係咪叫食緊曬？Pesto de la melanzane。哦 ，pesto。melanzane 是叫。melanzane，哎呦，蘭山呢 ？melanzane。melanzane。is 叫嚟啦，叫。哦 ，melanzane 是叫嘅意思。eggplant 嚇。So it's pesto，也 pesto 是。咁啊，普吉 pesto。誒，安怎看？啊，頭媽伊 mic 炸掉，我直登未出。
人嘅聽是 is very different，一人嘅。對。threshold 是一人嘅，是看你嘅 character 是按照看，你細漢是按照看，咁了，我拄到安尼這種嘅人啊，有嘅人啊，你做嘅較絕聽本，伊人無打鼾呢。了有別人啊，你舉出來一個尖嘅，伊人就蝕去了嘅。但你聽甲你袂聽是你 system 家己 shut down， 你家己熄去啊嘛。So 若是講人講聽本好啦，成你佇 hospital， 因為你 1 to 10啊，你聽是蝦米物件？有個人會甲你講13，有個人甲你講15，有個人聽甲面青會甲你講 number 4呢。所以你人本身啊，你家己看，你家己本身看，你安怎你是感覺你會打鼾聽袂打鼾聽人呢？你去做 foot reflex 我知道就知啦。我是感覺聽paper cut 我就會聽啊，但係你聽甲你知講 there is nothing you can do 嘅時咧，你會 threshold 有影會 increase 下去 ，because 你知講你無辦法，你別用你 mind 啊。你 paper cut 嘅時，你知講你聽嘛，你看數安尼看 OK， 特別你會聽，特別你聽甲你知講你。伊特別好，你食藥食到你食去嘅時咧，你迄時是你食聽啊，特別你會亂較濟 ，because you know that there is nothing。無法了。你無法了。特別聽冇字啊，這種同款嘅就聽有嘅是身軀聽嚟，成個 physical pain 啊，身軀聽，特別嗰一個 pain 咧是係你 electric signal 成日條索掉嘅聽。neurogenic pain 哇，係你話未打visceral pain 啊是講下你有 neurogenic pain visceral pain somatic pain 個了無相嘅嘛，有嘅人會打鼾一種，未打鼾別個種你看啊，上個你講晒大家係是 neurogenic pain 會做互人笑嘅嘛，你唔知被 pinpoint 到落嘢嚇 relentless。伊成見嘅嘛，你sciatic pain啊，伊過了這頂，特別伊成個 tricky 聽咧，伊成 shock 你嘅，你隻聽時啊，你出冷汗。tricky 聽是 neurogenic 嘅 pain， 是因為 nerve 嘅 pain，nerve 嘅 pain 咧，真正艱苦打鼾嘅。特別我呢，蝦米 somatic pain 本我無插嘅，我係打鼾嘅。我COVID 嘅 lockdown baru start 嘅時啊，我逼起一個樓梯去站嘅 IV 啲外表嗰邊啊，我未記我啲徛啲樓梯哦，所以我去掉伊個，我掉較大力啊，我噴去後邊啊，我倒啊七triệu啊，是因為7-8 triệu啊，拔倒啊，了我想講我係ankle 啦，我想講 ankle 節啊，我就係無節啦，特別整起來啦，我規卡整起來。聽到蝦米本啊，我無接嘅，我無接 painkiller 無接蝦米本，我去做工蝦米我無接嘅，特別我出去聽嘅時啊，哎喲，我袂打鼾。出去聽是one thing我都袂，sciatic 甲出去我是袂打鼾。migraine 迄種個了我會打鼾。喙齒聽甲sciatic pain我袂聽，伊隻聽誒時啊，你出冷汗，你結結啦，你阿毛管甲了，成你流汗啦，你冷，你知哦。流清汗。流清汗，對，流清汗。你頭先你講嗰隻係你嗰另外一邊是啥物？visceral pain visceral pain 是你嘅肚，內邊嘅肚啊，細肚啊是啥物咧？佢 organs 啊，佢咧聽是無相，佢咧是。你是想開刀嘅時聽？你是較刀較內邊，較無相較外邊嘅聽。你會安怎會聽㗎？成個你拔到膠西你拔到管家嘅時候，拔到管家嘅時候，你看啊，你未做波行嘛？你只聽，叫啊！你食飯少了，你拔刀等下到底着燒嘅時嚇，迄個聽，就是迄個拔刀嘅。迄個聽是較風險 ，because 伊是若是真正食啦，你不唔知嘅哦。我唔知你會記袂？幾廿年前了後，一個人
報啲新聞，啲報紙啲美國嗰邊，依家朋友阿妹是去一個小白位，可是伊要學伊個白，伊要學伊白個白啊，干伊咯啊，伊要學，特別伊個白啊，拖伊攔接去小姐做學伊個度。要破去 rupture， 哎呦，伊唔知喎，伊唔知伊上講是伊報道是淡薄不好事啊，上就安尼款呀，伊搞到對厝，伊着 peritonitis 了，伊較真正較無好事啊，伊人帶伊去陸軍樓 ，Oh my god， 啲時陸軍樓看到吹彈伊個度，甲了爆炸啦， Oh shit， 伊死去嘛，上換了，我看到你 documentary 係可憐 Oh my god，哎呦，啲 Oregon 嗰邊，哦，啲 Oregon 嗰邊。我聽住看你嚟來嘅問題，我大擺愛看。我是聽到你看你問題啊，是做啊變做sexually 真正係你去啊，我看女啊，我都未啊。And 個表見咗佢隻 bear was destroyed。Oh because no！ 你 bear 伊就看到人啊，伊 video look arousal 啊，伊愛 have sex 咗。Oh shit！So they ended up destroying they ended up destroying 個積啊之類。แล้วก็ทำอ่ะ伊朋友啊個 video 啊。Oh Lord！ 所以 video 放去 internet。Oh shit！咪。啊。OK， 人講，我想講人講是 it's a myth 啫。我去看 documentary 是 really 是真正可憐 it was a very sad situation。其實你白，白我唔好 control。Anyway， 人講到對聽的，所以人昨昏有看一出戲，所以人講聽咧加 sexual arousal 你真像真愛。can be 啦。嚇，是 it depends to 看你關係係咪啊？是 conditioning 嘅啦。哦，睇下我看我話曬我是夠單聽人，因為我頂到嗰陣時做出去時，我是去政府嘅嗰啲巴登波羅嘅位做出去嘛，唔是在巴登波羅位啦，巴登波羅對頭前嘅一間嘅你Maktab Pergigian 啊，什麼？我是播手機嚇？冇拍麻將哦。冇拍麻將嘅，伊做手機播手機，係咪嗰陣時冇拍麻將嘅？哎呀，播手機有拍麻將。冇播吹機冇拍麻將啦，播吹機拍咩麻將？有啊，當你播吹機拍麻將咩？當嘅。好是啊，哦。頂到細陣時，我是播吹機是冇拍麻將嘅，你知哦。哎呦，阿 John， mana ada kwan hal is infringing your human rights。Oh my God， CNA。冇拍麻將咧嗬，咧伊轉咧嗬，แล้ว等陣嗬。伊個你講聽是啊，伊車到你見嘅時候，你跳者是伊就 stop，還是伊叫你舉手起來呢？那個表見啊，伊唔是愛掟喺啲水啊，可以寫隻咩嗬？哇！伊掉嘅時成個掉 shot 啊！嚇，係你是怎麼你講係咪 pain？怎麼係你掉 shot 嚟定 ？Neurogenic pain， 哎呀，係你是轉咗 barbaric 啦，我唔。誒，我是講定當時我是幾年啊？我是80少，80年代。係啊，小歐那時嘛是定定叫安尼款呢 ，because 伊做 free 好攞嘅嘛，小歐啊是。我 free 啊，是冇 free 啊，我是冇打閒嘅，我講緊錄個，嗱，錄學話伊貴冇多嘅。Actually 冇，定到冇限叫，因為你叫好攞嘅錄官咪是冇，你寫是。好你落去冇個你拍麻將嚟車吹機是冇嘅，玩吹機就有拍麻將啦。冇，你 because 我細漢嘅時候 ，because I think is we are too young。未使拍手指麻將嗬。嚇 ，maybe we are too young。我細漢，我係見我哋這邊落官哦，見啊哦 ，laughing gas 呢好像。instead 人可以 laughing 嘅，人未使拍麻將 because 人會影響到伊啫喎。哦，嗱嘛 sensitive 嘛。哦 ，that's why，冇怪啦，可能小嗰時冇嘅咯，咪是人講伊這邊轉啦，但係冇喺啲水落去那時，哇，都係真解咯，解咯，聽，條 shot 就係講咯。我愛問一應該點講？if 你嘅角色哦，
long 啲哦，係你 pain 哦，是叫咩 pain？哎呀，啊你時間了參啦，看你有 bruise 無啦，特別你角色係位啊，有真正濟 nerve 筋嚇，有真正濟筋接落嗰邊，所以嗰邊啊是第一參嘅位啦，成個你拔刀了，講咗你係卡穿嗰邊，就多好啲你角色嗰邊啊，真正聽，一個未好嘅啊，聽個真正久嘅，幾廿年不會聽嘅啊。我第驚你聽，我浪費。我當今有一個聽咯，我當今學我手未壓嘅阿妹。哦，你是 Frozen Shoulder 一定要。安尼款嘢可以就聽啦。Frozen Shoulder 定。這是你鏡頭啦。冇伊規支手一邊啊，一邊嘅了聽。哎呦，我規身軀本聽啊！我係normal邊嘅，這是叫手拗女啊，手拗女。哇！我未曉話阿龍。我唔知，我唔知你講咩物件。elbow 啊，手拗女，手拗女啊！啊，手拗女，手拗女咩？手拗女，我想。這是 Anyway， 我normal邊我normal定了啊！我翹起來，我要對去馬來西亞，我翹起來，我係 back 係啲那邊啲車係後邊啊。只係聽了，聽到個攤哪聽，是按照講啊 tennis elbow。lateral epicondylitis。誒，成日安尼款嘅嗬，是愛去喺你鐵大個嘢係哦，你做咩？是啦。阿毛陸官未曉甲人醫嘅咯，就安尼款嘅。阿毛陸官誒，加了係咪是唔好嘅啦？我知啦，為什麼我本是做啊？伊人拍針係 steroid 入邊，我是唔買嘅。哦。阿毛陸官，我辦一年啦，我錄年咯，所以搞個攤那是差不多未好了哦。差不多未好了，但有真正久啊，伊真正聽，多啲馬來西亞是真正聽。我嗰時是吹 chiropractor 嘅，受傷冇插了。我肯聽咧，我都是吹 chiropractor，adjust 一刀啦 ，and then if 你吹到毒針去毒針吧，毒針得真正久啦。你是講毒針是針骨嚇，是叫針骨？針灸啊，叫斑針，啊。Actually， 這類問題我想 acupuncture 會有效喎。應該有嘅，我我覺得 acupuncture take time。我掉過卡布丹啊，過嘛，就咋我係水，我叫卡布丹啊。And then because 我一次去講會啦，我係行，我係看車去 Dallas 啦，5點半鐘啫喎。所以我 only weekend 唔落通去，我一禮拜去啦。If 你個大件嘅咧 ，every day every other day 肯去，伊會 help 嘅，嘢。because acupuncture 嘅話吼，伊是讀下你針吼，伊開下你 valve 吼，the one 係 neuron 吼，伊是會 pass 下你 information，伊去你嘅身軀家己醫家己嘅嘛，所以伊是 help 你係被 recover 咯。啊，佢伊是講開閉邊啊，開開閉啊。那是因為有效我未解釋 ，because 甲部 tunnel 是一個 anatomical 嘅 problem 來，你會筋是你會 median nerve 是接起伊個 tunnel，伊個 tunnel 冚起來是帶掉伊個 nerve，and 你看到伊個 median nerve 嘅 distribution 一邊聽，這個家裡。呀，所以我捌聽過，我係朋友去找 acupuncturist 了做伊好事，特別我未解釋，我唔知安怎。我去快久啊，人家 recover 斷筋咯，特別你下你等人老公甲我講怪筋隻啊嚇，所以等陣你買隻啊，有個人那款本我唔知，我未解釋這是，冇半人去 research 這類款嘅物件嘅。天啊！因為應標大 KL 唔是咩？One thing about acupuncture，伊人我每個人啦，伊阿做解釋啦 ，from because 中國嘅 doctor 啊，伊人 train 啊。伊人講是你會氣嘅嘛，你會氣 the flow of your 氣嘅，all 甲了你會平時你會氣掉砸掉。對，所以伊用伊嘅針開起來，你會你會氣會流咯。我就是每個中國嘅 doctor，because 伊中國嘅 doctor 伊人 train 啊，當嘅嘛，伊人是干呀 Chinese medicine 了 Western medicine and 一個是 combination 嘅啦。了我三個了我本白，了我每一人無 like individually 啦，迄個針波嘅甲我講咧，就是像甲你講咯，伊講 acupuncture 是
promote ลูกเซงกูขอลูกกากี internal healing แล้ว western เนี่ยสิลังจักเยอะแล้วลัง treat the symptoms แล้วลังให้ body บัน heal so อีกองอุเลมิกยา acupuncture 做会掉อุเลมิกยา acupuncture 做袂掉 so อีกอง the reason อีกงเลยจำโป้ is because อีบัตุกวยหลังกันเนี่ย做 western เนี่ยอุเลมิกยาอี袂掉แล้วกันเนี่ยตึงหนังไอ้ปุ่นอุเลอี袂掉 so อีกำกับอุเลมิกยาละลูกกิ acupuncture 做会掉 so อีกอง acupuncture 就是อี open up ด้วยขี้咯พอลุยฮอร์โมนลุยเซงกูneurons ก็แล้วกะกี heal อีกะกี咯แต่เป็นลุตเบ take care of yourself น่ะสิ講ลุยชิวเทียลุย acupuncture แล้วลุยก็แง拍บอล啦เลยลุตเบ好อี講阿嬷是安怎嘛ลุย食藥啊ลุย止เทียลุย一頭過再去拍บอล啦ตัว端 that was the reason why 人食止เทีย嘛แล้วอี講 acupuncture น่ะสิ講ลุย做 acupuncture แล้วลุยบ่ restลูกบ่ฮอลุยเซงกูบันกะกิฮิลลูกปุ่นสิเบโฮ特別是想講 common 好 sense 嘛 Canadian 有即個recognized holistic medicine holistic 是講個料嘅 method 本參起來用，是唔是？係啦，so acupuncture 啦，係咪啦？chiropractor 不是有 chiropractor college？osteopathy, chiropractic, acupuncture。特別有 healthcare cover certain things 嚇，แล้ว doctor 啥，我人universal healthcare 有類物件會 cover，有類物件未 cover。你拉薩像你家己捌經驗過第一聽物件啥物？細件 including 細件咯，係講。面是只細件否啊？伊是細件 related，特別伊面是只細件。伊是應該我多了下咧。大家幫嘅名稱小姑啊，我會骨帶掉我肩袖，我會 spy 我係你理解，咁如果 epidural 係咪鬼門冇用？Yeah，有。嚇 ，that is the worst pain。伊面是 really 只聽，就我不要 explain it。伊是酸穩嘅嚇，是唔是酸聽？伊面是酸穩，伊是啥個？都帶掉你肩胛拔嘢，something like that。我冇未曉啊，應該都係會曉解釋佢諗聽。我未曉 describe 講伊 feelings 係怎。有人講學打波呢，第車力會聽是你會有氣聲巴肚，แล้ว伊巴肚你被幫你嘅巴肚出嘅事。你講啊，你當我只咕咕叫叫起，好像你講我聽。Because 你會感覺伊跌打落。你 feel 到。伊行一寸呀，你會感覺跌打落。我有 test 過，我甲你講，我有 test 過。你咪捌經驗咯，我會去，你咪捌經驗咯。我甲你講，有知嘅巴肚，伊到 kidney 那時喎，你感覺到啦，一聽噶，哇，你啊時啊，我到地卡咧，到下滾就有滾量就，因為要真正聽誒，然後去照那時喎，嗬，伊是講到佢哋。人佢哋 kidney 咧，唔是有攞掉佢哋 ureters 嚇，尿道掉嘅佢哋啊，唔是尿道是去佢哋本地根莖嘅位嘛，但 kidney 去加你嘅 bladder 嘅。It's the ureters 啦 ，the ureters the pipe。佢哋真正油呢，所以照頭貴那時啦，嗬。哇！你聽啊！一般是唔是這類 tube 呢？伊是 tube 有 muscle 咧。伊是smooth muscle 咧，所以 smooth muscle 咧聽上加uterus 咪是 smooth muscle 咯 ，uterus 所以真正上加人生囝嘅 feeling 啦。所以我捌有這類查某嘅人有生囝了，個有着。有機嘅巴肚，伊講伊嘅聽差不多像伊講，所以伊講是大部分若是要知查某生囝是安怎聽呢？何你生一個有機嘅巴肚，你甲知。你特別嗬，會比迄個弄大部嘅淋巴聽咩？
聽個謝個啊，聽，because 佢哋八檔嗬，成日聽噶，攰嘅人都頭卡會管啊，แล้ว管咧嗬咧冇辦法咯，แล้วมา去 hospital 咯，แล้ว hospital 照咧，我會講你 kidney 應該是有損啦，แล้ว伊嘛嗬食止痛藥食咗尖嘅聽嗬，食尖，唔是spasm 嘅聽 ，spasm 嘅聽 ，because 是 muscle 嚟咩？嗰隻咧是差不多像是打嚇，你若是生就你打嘅巴肚本按照，即係嘛是比較嘛是有生過，冇打嘅巴肚個冇安尼聽個，高深個冇啊，個冇安尼聽，伊係拜卡地呢。伊會拜卡地，你會 gallbladder，你會bile duct 卡地呢，是特別你會肉脂呢，你會拜出病，感覺出病，แล้ว出病個會爛，你會爛個有個一個拜嘛。講你係聽㗎，你成日我未曉按照講啊。聽個老白油，聽個卡女。because 我就是我 bio duct 啊條咳嘛，條咳了是我甲阿包講我只聽，阿包甲我講。冇啦，如果會講話冇，我未困咯。แล้ว我半暝時我去站經時我蝕去。Oh my god！ แล้ว我蝕去，我啲站經我砰砰砰安尼看嘛。แล้ว伊嘛車，แล้ว就看我蝕去了，下一頭入 hospital，就是我 bio duct 條咳。bile duct 嚇 ，because bile duct 本是 muscle 來嘛，伊是pipe 是 muscle，แล้ว伊個巴肚若是卡掉呢？你會 bile duct because normally 是只伊個 bile 嘅水呢嚇，水嘅物件呢，所以特別是無巴肚無 solid 那邊呢，無定嘅物件那邊呢，所以一定即係定嘅物件，一刀一定，你一刀你聽，一刀你定，一刀你聽，所以即一人啊莫話呢，一人叫即係款嘅聽是 colicky pain 是因為伊來了走。來了走，所以伊個咧，John 都唔是有之類咩？其實我開刀嚇，我是開刀睇走嘅單呢，是唔是因為我有打嘅腳？我唔是有成打成刷，是因為你有polyp，你成 polyp 了，已經驚伊 polyp 變做 cancerous，對。你是 polyp 啊？แล้ว你刮你 polyp 啊？แล้ว冇意思教我講刮佢嚟嘅，佢嚟打 take 去咯，所以因為是伊人看到 ，because 我有我一年做 ultrasound 攞刀嘅，所以人看到一個 polyp 咧有幾拿刀嘅，直直看伊直直生大，然後伊講有可能是無行嘅啦，特別伊講尤其是 Asian 嘅。chances 掉變做 polyp 即係打嘅 polyp 變做 cancer 嘅機會較高呢。所以意思講講，我治療師是安尼款咯。Oh really 啊？cancer of the gallbladder 嚇。cholangiocarcinoma。伊甲我講我老公就是講，我老公是禪人咧。伊甲我講伊個數機會較高，你愛，若是講你會使。買插伊，等有蝦米物件看伊生較大了是了個來做，還是你愛壓刮起，แล้ว你免煩惱講把到伊玻璃被個仔直直大，直直被變做 cancer 去咯。所以我咪是講，哎呀，個刮起耍啦，好個在我刮嘅時候，我是2019嘅時刮。年尾呢，差唔多年尾開始，都好 before pandemic 咯。嗱是講下，我是 after pandemic 樣都冇好開啊 ，because 這是我冇就 elective 嘅 surgery 去啊。哦，so that's why 我講有啊喲，你若是無 gallbladder，你別冇咩消化。我老公講冇呀，冇喎。我本時就我同你講，我頭唔知時，我是想講，我講 before 我 surgery， 我就拿 supper and Jesus 啊，我甲我阿講，我甲我阿講，我媽就唔知乜仔，I think 我 that weekend， 我要去做 surgery 啊，所以我就要去食咧 Korean barbecue 先。我食 Korean barbecue， 哈，and 你做我食 Korean barbecue 誒，你300啊。然後300我錢就是嗰隻，然後我驚講我未食油啊，我變做我無通食Korean barbecue，所以我垃圾本我是去Korean barbecue食咧肉咯，
แล้ว after 開多過啊，特別我老公講講冇，講 OK，講你會食。特別是講頭呢，我本是會用老細咯，你一隻了嗬。我冇喎，我冇喎。是啊，你老細啊，好是安怎啊？你就一時一頭來嘅，很只很老。很食了嗬，食過後了嗬，一直愛出來了，波多加啊，不多加了，你有白坎坷寫咗嘅，白嘅是冇？油啊，你看啊，油起來。誒，我是講冇啊，我當特別我講你講，maybe 係你唔是，我係事實個，你就我當今日是我是只一對呢嘛，不做工嘅時我只一對呢，我有隻 habit 就是講，但是我只一對嘅時候，我不想我放假都係食，我就食八個我限時不多加嘅，然後有當時嘅老細一成個是成個老細注意嚟看放出來啦，是咯，就所以你就冇啦，我本是想啦，係你時間冇打有關係哦。冇啦，冇關係啦。我食因為我特別幾放曬啦喂。係你食咩事？係你食上油咧？嗬，一時限時都食了嗬，around maybe 15 minutes 嗬。哇，你就愛流出來了嚇。你伊唔是講放曬啊，來姐姐，伊無一直是油嘅物件，你看淡薄安尼款嘢出來，安尼款咧就無啊。咱嘅身軀嘛未肥咯 ，because 咱嘅腸度就被 absorb，伊就放出來啊，是唔是？係啦，我咪掉心臟病去咯。because 我伊甲我講，伊個 has stand to 咗我嘅 bio duct 迄邊啦。伊甲我講，because 我一做 ultrasound 做 X-ray， 伊講我迄個講真正伊講真正 narrow， 所以了我當今我無咪敢食上油 ，because 我感覺那是他直接就是貪食咯，食小白。食3日嘅小白啊，一下就被消化了。所以我冇敢食上補嘢物件。冇咩，伊冇咩，冇咩消化。你係想掉黑本嚇？掉積嘅你感覺。啊，你巴肚成掉積啊，like 你再講啊，成物件無湯嗰隻 ，like 成一個 like a dead weight 掉你巴肚裏邊。是啊。我頂到時食到隻油嘅物件嘛，就巴肚啊，物件我食，我是當今有啦，是講我 feel 到我。當今食我拉薩我會淡薄頂到我較夠食 ，maybe 是我無曉得講我關係甲我無即關誒無打誒問題啦。我會叫我食，係我平時我食即 greasy 物件我冇 OK 嘅。然後你曉最近我無使食上油物件，我會掉黑本。所以我當然較暗，即較我要困陣時買食呢油了。你有個。咱都講起聽，你是做老嘅事啦，你唔是係啦，唔是無打嘅事。我貴別點啦，我未使食 fried 嘅物件，未使食 fries 啦，未使食油嘅物件嚇，油嘅物件未使食了。特別你唔是講你無打了，你被燒油，唔是你打是你嘅肝。做誒，挖出來嘛。你嘅 gallbladder 是燒下，一直 direct 嘅咯，一直 direct 燒啦，伊出較快嘅啦。特別你食飯，你若是無打呢，你嘅肝嘛是本就出嚇，本就好無咁呢快啦。講 maybe 伊做 gallbladder，以前你特別伊人講伊你嘅先數當然無 gallbladder，未燒掉你嘅 bile 咧，伊是變做伊做你打出較濟力嘅哦。伊成個你較生你打，你打就冇了嘛。啊，不是，你生你肝 ，sorry， 生你肝，你啲肝是 produce 你，還是伊？我老公講冇影響嘅喎。你係 body adapt 嘅啦，你係 body adapt 嘅，所以你若是無 gallbladder 了嘅時，你係肝較produce 打嚇，你食嘅時 ，because 你咬嘅時啊，你鼻著物件食啊，伊就出你愛食嘅物件，你係stomach 啊，係 secrete hormones 被上卡消化，你會肝講，誒，出了咯，你較好出打嚼嚇。Because肝會 self repair 嘛。就嚟 reservoir 啦。Correct. That's why you don't need it. Okay, alright. 你 direct sale 咯，當劍，你免去 go through 你 detail 咯，就 direct sale 到底你關免貴咧，冇 middleman 了咯，冇 middleman 啊。
特別咧無打嘅人啊，伊食上濟油嘅物件，往時會愛緊起來流晒咋 ，because 對啦，就是啦，伊肝白在掉做夠一點大隻，佢 digest 咯，佢消咯，白糊做，你是講白糊做，所以如果是食上這杯呢，你會流晒是 steatoria means 你會油加了滴滴出，你會卡嘴啊。對，即成個會話咯，特別呢，嗬，即係情形呢是。像啊，即係英國點講，伊對身體個嘅 adapt 嘅，古來咧嗬咧，伊就慢慢冇咧。correct。但係我是無講很，我無風險食油嘅物件，所以我唔捌有，我老公講一人，伊講有個人平時 after surgery 過啊嗬，伊會肝都會 produce 只係個接本咧肝即打接，特別。有個人咧，你特別一站咧，伊會個打個會互 produce 較濟 ，maybe 我會打正夠 produce 較濟接咧本。嚇，我你知冇？曬嘅食是 chocolate 嘅，較濟人是曬嘅食是 chocolate 嘅。就是你時候你 chocolate 食是係咪來？你打接 ，correct。所以人無打接嘅曬啊，全部白白。啊，呢度冇好。喂，曬是 chocolate color 咯。我甲你講，我掉 jaundice 時啊，我掉 jaundice 時啊，我係曬就是白咯。steatoria。 That is when 我再講 something is wrong. Because 你打你冇接冇出來掉啦，接冇出來啲曬接佢會去。and 你看到伊 jaundice 伊個了伊打變住伊 bloodstream 嘅位，所以會。because 伊掉塔咯，就是伊係嗰啲塔咯。嚇，嗰隻係咪見過appendix？那叫咩？盲燈。嚇，盲燈啊！嚇，盲燈。哎呀，你是阿龍不掉過呀？我掉過，我嗰時我架寒衣白白大咁少咯，我掉第天，我幾時人第天一道咯。哦，inflame。你講話，你安怎聽？我唔知做數咗，我是困到半暝三更，困咧我感覺就不多聽，後來我就遲疑講家己，無，迄一當唔是哦，唔是，盲燈我伊未爛以前，我就感覺到無咩好事啊就，無咩好事了，後來我有一當我就去我媽媽啲個別店做工，後來。我古仔嗰邊就，所以我都去隨意，我佢講不得冇咩好事。係咯，啲店裏邊啲人咧都較有經驗嘅，一路問我講話，你卡，伊講伊卡，一到正邊卡會壓起來哦，你卡會壓起來，會壓起來就是無聽嘅。係咯，我壓起來咧，一到是無事嘅咗，計腦筋嘅咗，計腦筋，我就是佢一名啲廚啊，一點嘛，我聽㗎我。唔知做數我規身汗咗，係咯，我就企起來咧，我隻行可白啊，企起來咧，我夾我企起來時，我卡未夾起來，我一直夾起來就哇！老實講啊，你隻卡未夾起來是真正換了，你知冇？哦，你放開真正換了，爆炸了，被爆炸了。就是我卡未夾起來，就是愛爆炸了。Because the inflammation has touched the peritoneum 了。你安怎會知講只是盲燈嘅聽？伊是毋是一病呢？真正看過 diagnose 你聽，你聽個就係你講，無這個你講會講互你聽，我100%會好講，就這個盲燈，無100%會你講會講互你聽，安怎款嘅聽？但有。伊人若是真正老實講個你啊，伊人會講 I have missed a few in my life, in my career. I tell you, 真正坎坷嘅。The classic 嘅是規波多聽頭聲，然後慢愈忝伊落去，你會驚出病。係你是 classic 嘅，特別你規哪兜會聽到安尼，把行聽咩？聽到 classic 哈，伊會 confuse 你嘅有。下面關嘅 presentation 本有嘅，然後有嘅到你嘅盲燈，那是吹起你嘅多處病啊，你嘅多處病嘅聽本嘅啊，哈，真正 confusing 嘅，所以如果那是這個 nightmare 嚟 ，really。
แล้ว盲燈，你去教你管處是安怎會知講你有盲燈無盲燈？我睇下而家贏了啦，伊人入 portable ultrasound 嚟照，照一刀呢，伊人就會知了。伊是整下看到 inflammation，伊人看到，然後伊若是無呢，伊人驗血本身會看到了，特別驗血你就別等幾點鐘2點鐘。我嗰時半暝2點幾舊咗啲老管處是，係了，人 actually 人冇 confirm，特別人看我情形咧，人猜到應該是問題，一唔敢 confirm 嘅話，如果特別咩就見 doctor 執佢攞計債，亦就是半暝2點幾了，特別人看我情形咧，人講。人 feel 到啦，90%都是盲燈了誒，所以就緊緊安排好我困眠床咯。แล้วอีสิตัวแชร์แก就係講你出嚟人咧，我講冇我自己嚟，你出嚟，我話出嚟，我出嚟，就係嘅。你架即係วิว่า我拍未到啦，วิว่า自己心臟病先冇話心臟病，佢企到半樓。我感覺วิ話你係好奇啊，你冇啲幫落 stick 去啊，那是你啲幫落 Yeah, actually 啊，全咗紅險啊。Yeah，後貴你有一個人啊，你使叫 just in case 啊 ，because 我聽到你家己一人去 hospital 啦，叫你心臟病是我心裡撲。特別係你點解仲唔知嘛？醫生講是蝦米病？哎呦！誒，你心臟病聽咧？嚇！心臟病聽是第差嘅，因為你嘅心冇夠好嘅時，你嘅身軀出 adrenaline， 你再冇 adrenaline 時。接你嘅腦啊，做你想講你被死你知冇？以後你我捌拄着安尼一病人，伊人我知伊人是着心臟病，蝦米事？伊人講 Am I going to die? Am I going to die? 伊人天天想着安尼看到你就被想到。He has adrenaline in his blood. He has and why has he got adrenaline in his blood? 伊只是成個咧身軀 signal 講你會死啦，要緊，這是要緊嘅嚇，這是大代志了。嘿，了，英國中安怎我一到時我食着。我袂使食尖嘅嘛，我食到尖咧，我接。anaphylaxis 啊？我 allergic reaction， 你一個我拍 adrenaline， 一個我拍3針咯，就。Yeah, you remember what that felt like？ 特別我規身軀跳，我大你病床啊，你鐵嘅病床啊，規身軀我跳咯就。特別我冇想到我被死喎，特別一個講袂使個再拍啦，伊講depends， 你嘅 anaphylaxis 那是。Quite advanced. 你係 adrenaline 是 adrenaline counteract the anaphylaxis. 你冇係咪？你冇係咪想到？是話我講你聽啊，我係 I think 我 computer 差唔多被 crash 啊。係咪數？哦呀 ，Frozen 啊，我當 game。呀，咱未看到咯。OK，咱pause 下 ，OK，crash。誒 before 話接落去講嘅時，我俾問你英國中。英國中頭晚你哋講下你心臟病聽，是唔是 angina 係聽係？嗱啦 ，all the same 啦。OK。Heart attack, angina 佢有上嘛？OK。That's a type of visceral pain because it comes from an organ， 就係裏邊嘅 organ。特別 angina 面是落一下，咁個人跌掉你會興。上家人跌掉，跌你會興，跌你會興。我甲你講，伊疼吼，就是你規個心肝頭，你規個 chest 這邊啦吼，伊上加有，伊毋知多，伊無一個點嘅，你就人疼啊，你有一個點嘅嘛，你袂用查理機嘅，你毋知講啥落嘅，แล้ว伊規個就是疼咧吼，แล้ว你就實流汗了。一聽是會做你流汗，嚇，流汗。แล้ว你可就未曉講嗰種只是聽就對了啦，แล้ว個不要緊咯，我是 from 八隻骨阿妹 start 聽嘅。阿妹聽過嚟頭前，阿妹咧教頭前嘅，所以我同你講哦，先出你聽過後啦，當見我真正 sensitive 嘅，我驚咯就係所以我成日你隻骨啊，有淡薄聽咧，嗬，你就會唔知咧，就你驚就嚇，所以我唔會讀。但我諗起咧，我講掉，你講咧，sorry，你講咧先。
แล้วว่าปู่มีด็อกเตอร์咯วิบอกว่าลูไปใจบ่ลูไปอันจ้าทันด้วย confidence back พอลูเบรกอันเนี่ยเกียลูเอาตอนยิคิดพาอุ่นตรงลูคิดพาอุ่นตรง honestly because สิการพาอุ่นตรงเนี่ยสิลูพาอุ่นตรงสิลูnow ชุด endorphins โจลูข้าอู confidence ข้าอูหวาฮีข้าอูข้าเบนเนี่ยเกีย琴晚咱无，I think 咱无落掉位是讲吼心脏病，但咱讲伊是出 adrenaline 嘅時，咱無講到吼，唔知咱有講到，唔知有落掉還是一擺。大媽，咱有講到，特別唔知，我真係特別我唔知有落掉還是一擺。有落上 check 咧 ，because it already hang 啦，陣時。啊，啲係未 hang 咗嚇，audio 嘅擺，有陣咱唔記得 YouTube 咱講起，咱但係咱講嘅是伊個但係咱講個伊個心臟病痛嘛，所以我講心臟病痛咧，蝦米事有無像，就是講伊心臟病痛時，那是伊是心臟病嚟講，伊個身軀會把 adrenaline 就去你血裏面，你 adrenaline 去腦咧，你就是會想到講不需要，你記得 adrenaline。做好你會血個了接起內邊你身軀，所以你會配個了白起。伊變咗成個是 alert 即 warning 嘅可能。แล้ว伊做你會心跳較快。哦，伊本是做好你流汗，所以你流汗流滴水嘅流汗，你知無？所以你看到一個 uncle 啦，配白白。流汗嘅半時，你叫999較快，哦911都能。所以成個就，所以你看這種係一種嘅 warning，本來你是看一邊白嘅了 complain 聽了講未需要，會到伊人安尼款，救掉，伊會行啊，伊成個人跌掉伊會行，我啲跌伊會行。喂，話你驚，你掉時，你 adrenaline 接你時，你有驚咧，那個火車厲害。我驚，我成個 Fast and Furious 咯。我無講，特別 because 我出來有安尼款嘅 history 了嘅嘛，所以我頭一項物件呢，我感覺到講我無斷片了。because 我殺流汗啊，咧一聽是真正聽咧 ，actually 是聽。你揸一名唔是？你講揸一名？是到暗暝是半暝還是聽嘅嘛？你夾一聽嗰時是啲夾隻聲嘅，所以慢慢夾隻了到個早起嗰時呢，就是心掛頭了咯。所以心掛頭聽時我我殺流汗時呢，我腦裏邊呢就想到我媽。嚇！我媽就是安尼款本嘅，本是心臟病。特別咱細個時候，我人唔知講佢哋就是心臟病symptom 了。that's why 呢本無講去看陸軍啊，無蝦米安尼款。所以呢就是 because 安尼款呢。伊嘛貴先咯，所以嗰陣時我就驚啦，你知哦，驚啦，就所以我就慢慢換車去一個 hospital。所以你腦是想到嗰是心臟病啦，特別你感覺到想講我想急冇，要死嘅急，想怎麼講呢？急講emergency 呢 ？urgency 呢個真係驚啊！你若是真正正力呢，伊 adrenaline 就好你。成講你真正驚，你了 you have a sense of impending doom。成講你要死啊！你看，你成個這項物件被。特別即個嗬，我平時也是 because 我就有安尼款嘅即個嘛關係了嘛。你平時不是安尼驚？我就唔驚 because 我有迄個 anxiety 嘅本。所以我當然啦 ，even though 啦，成日講我不嬲啊，嗬，成日講平時啦，我成日講我 plan 一項物件啦，嗬，แล้ว我冇做啦，แล้ว我頭腦啲漸時想嘅時候，我本嚟緊張啦，未困了啊，แล้ว失眠啊，แล้ว驚呢款嘅。
我想你嘅身軀較關係，你嘅身軀較關係個 adrenaline 了 ，because 你是 chronic anxiety 嘅 So why 會英國中 ？So panic attack anxiety correct 根本是 adrenaline 咧。Yeah, correct. Your body is flooded with adrenaline. So that's why 安尼咯，然後佢哋哎呀，我安尼款嘅痛嗬，成個 organ 嘅痛啦嗬，我 already 經過啊，打嘅咯 correct แล้วตรงนี้ฮัด 你會戰咗，你會戰咗，แล้ว你會戰咗了。但特別嗬，特別呢有陣時本是會驚，本嚟啦，像我頭先講係，有陣時啊，困一嗬，要死八隻骨痛哦，安尼講，你了你就驚了，你知哦，你就驚了，哎呀，是唔是？嗰隻心臟病啊啦。แล้ว我有甲 doctor 講啊，你 because it check 我嘅血係咩事喎？嗬，แล้ว伊講你嘅血就水啊，應該是無安全嘅啦。伊講你家己亂想，安尼款啦。所以叫你做運動啦，講做運動咧對較放心。doctor 嘛是叫講啊做運動啦。有呀，真正有效誒，有呀，是人全部是說講嘅，這是有呀誒。แล้วน้องก็บางที啦講查某嚟月經嘅時嘅聽先。月經嘅聽。哎呀，係你是 nothing 啦。你講 nothing 啊，我有查某係太人死嘅啊，一聽真係正。你是 androgenesis 啦。你掉過只 androgenesis 啦 ，PMS 嘅聽是無半行。你若是有 endometriosis，你若是有 fibroids 啊 ，especially 你嘅 fibroids 是內邊你嘅womb嘅坑啊，真真聽嘅喎。是哦，上個你老細未幫曬出。Yeah, because you 上個我係 explain 下種啲，上個你講，你係老細嗬，你不多聽老細嗬，特別你未幫曬出，啲劇特別劇未出，劇未出。你意思上個要幫曬嘅 feeling 咩？還是想幫到家嘅 feeling？幫到家，伊想幫到家，特別伊是無風，伊是同人亂落嚟，pelvic 入邊啊喎，哇聽咯。อันนี้ลูกกุยจิกะจะเอาไปซุยอันนี้ได้ขาเตะกันเลยท้ายอีเหล่าชิงกว่าเนาะสังกัดลูกพอต่อเทียฮะเนาะลูกจะโชว์มีกันแต่ปีเปปังสุดเลยthroughout the day 我係其實你夾只正酸，like 你油脂嗰邊啊，like 你 the back of 嗰邊啊，你 ivory 你ovary 你一隻酸，like you are restless， 你坐唔掉，like 你坐半邊，你倒半邊，你行半邊 ，like 你壓咗。Actually 嗬，成件事點成本時候係 feeling 特別是 time stuck 到。然後成日講巴肚痛呢，巴肚痛有陣時啊，你會感覺到你巴肚你講轉嘅，安尼講嘅時係咪？是安是你嘅巴肚啲嗲掉呢？你嘅巴肚是 muscle 嚟嘛？一啲嗲掉，一啲 spasm。假了你嘅骨，假了巴肚啦、細肚啦，假了是 muscle 嚟。所以你看呢個 Golgi pain 是一啲嗲掉。womb 本是上 ，womb 是第一大嘅 smooth muscle 了。然後 womb 被嗲嘅 fibroid 那是嗲，你月經嗲時，咪是你想講被激曬出，特別未出，特別真正痛咯。曉哥，平時人講佢哋，曉哥咪起來咧，曉哥。如果我都講了，那好曉哥。不，成日講你巴肚痛啊時喎，嗬，伊安尼講。一轉啊時啦，嗬！你會感覺就講一成日轉啊，可能你聽者咧，等陣個無聽，等陣個再來聽者，然後就一直 start 你巴肚成日整起來啦，喎，有隻解放啦，喎，到底是 because of 咩呢嚇 ？That's exactly the you are have 你啲解釋，你看那是 classic 嘅 symptom 嚟，你講好你講聽伊會認到。at once 因為是好嘅錄管，一聽到呢款嘅歌詞，就知係咪事了。係你是 classic 嘅 symptom 嚟。係咪事嘅？係咪啦 ？Smooth muscle spasm。
有烘咧。係咯，嗱，按咗嚟講有烘。你成日當面白布嘅咧，一作咧變到一碗去，變到不亂去。你什麼？我仲講你 quality 嘅 pen 咯，quality pen 咯，quality pen 嚟แล้ว全部นั้น嚟轉，當時講學嘅話一轉嘅。全部นั้น嚟，全部นั้น笑起。成個咧放曬是咪成日看嘅嗬？一早係是好聽，是講伊是大聽，甲是細聽呢？大聽細聽。แล้ว一隻轉呢，其實佢在大聽，แล้ว一細個轉隻佢在。你話你那是為你看你聽，你話你那是你看你聽，你知係咪會做會好未？你那是有你會厝那是有bathtub呢啊？你係做最真真做成個日本那onsen 呢？onsen 呢？你接起，你做去你先去做啊，伊個 muscle relax。我未慣啦，嚟健士。啦嚟健士，我係你抓到抓地 ，hit pad 嚟健士未慣啦。叫人係 hit pad。冇人搬住隻狗，伊人用 hot water bottle， 伊人係 hot water bottle 啦，攬掉啲嘢多病。成日講人講八多成烘本嚟食，你款做啦是。哦，就可以 special 冇。八多成烘是因為你八多啲係作嘅事，所以你可以作咧是伊嘛是 relax 到邊嚟聽。哈，你這裡是好，這裡是未好嘅啦。這裡是好無蝦米要緊嘅問題啦。你若是真正有風險嘅問題，你做呢款事就無效啦。我諗埋就係講 Vicky Hospital 咯。我是你講是上咧，我就講到不多聽。我是我是講不多聽，有當時食到酸嘅物件先。哎呀，我打算去本時你看你啦，你睇到啲小姐貴枝啦，我自己我關事了。你到啲八刀會轉掉，是 relax 就你使出來嘅了，佢八刀摸嘅了，佢你使嘅了。我有當時啊，我有當時，我落西咪是我細漢嗰時。八多成烘是點一聽噶，吊烘啊，吊烘。馬來西亞阿姨叫你用 UV oil，你嘛我是有 irritable bowel， 我關事你看了我貴真，隔了我真正隔了關事，伊人若是講話甲我半段啊，了我無條啲啊。走去震驚嘅，你看伊人就知啦，伊人冇會話咩，伊會震晒，伊人那是冇好我去震驚啊，伊人準備吸收，解掉了，就解啊！香歌嚟香歌。我會講migraine 你就 why migraine 貴難治療就 because 我定見你知啦，定見往嚟去先menopause 啦嘛，所以 hormone季節點無一病你就所點 migraine， 咁 migraine 我聽個一病，聽個你目睭後尾本聽你就，所以你背人個你牙頭姜個你 scoop 你目睭出來，係一種就聽個。哇！你咧會拗嘅，我可能諗 migraine 拗。有嘅，本時會斜咩？哦，所以你看到啲咩？你 mirage，你會睇到 tunnel vision， 你會睇到 mirage， 你會睇到蝦米款嘅白超嘅 symptoms 本嘅。你有 food trigger 冇？你有 food 嘅 trigger 冇？冇。你話小蝦米食嘅物件會做好。冇啦，是講會食個酸嘅物件咯，上輩。Because I 咬啊。哦，特別你是蝦米物件 trigger 你 migraine？ 蝦米物件？你唔知啦，你是講你是 light、開、chocolate、我是 light， 我是 light， 可能是貴，有陣時我無夠困咯，可能是。你是係 light， 我成日講英國中咧，會使解釋講是到底安怎一個人會得 migraine 哦。哦，冇可能明白哦，冇可能知哦，是 neurological 嘅 brain 嘅意思呢，人知。特別係查某叫做 migraine 啊，你袂使食 hormone 咋，你袂使食contraceptive， 你袂使食 HRT。control pill。真正風險你會得。你袂使食蝦米？袂使食，實講 control pill，birth control pill。birth control pill， 袂使。哦 ，combine oral contraceptive 啦，有 estrogen 嘅，你袂使食 estrogen， 你會得 stroke。哦，I see。英國中啊，成個人頭痛啦，嗬，
普通頭痛袂使，成日講咱有着心臟病人啊，會使去食Panadol係咪哦？第一簡單嘅你有 dehydration 都冇啉着夠隻水，係你是第，然後第二嘅第一簡單是 tension headache 嚟，你上 tense，你做工啊是係咪？你嘅疾病嘅見上眼，你疾病嘅見啊，你再是得落侵到你嘅骨冇，啲疾病。起來搞個疾病嘅，你會見。得咯，我看你。Basically, look half of your back skull, right all the way down to your shoulder. Look at neck muscles insert onto your cranium over the top. Okay, so 你若是有 tension，啲你嘅阿莫管嘅時，一掉你嘅 scalp 就變成你嘅頭殼痛。幾難節嘅咯，但係我係 migraine 就直頭冇嘅了。Shoulder 可是唔是一件？嚇，安怎？ Shoulder 嘛是上咯，你嘅 upper trapezius muscles are part of your part，是參加你嘅 neck 嘅 muscles 嘛，啲後邊。因為我就當如果跌 tension headache 嗬，我去 chiropractor 一搞拗喺頭嗬，哇靈異咯嘢啊！要 chiropractor migraine important for migraine。我覺得係我 travel 啊，我日對俾嘅 migraine medication 嚟咗，because 我because 一隻 start 你是就隻痛咧。所以我到 travel 會了，那是講隻痛係特別怕針嘅個 ，because 一節其他怪嘛。你有用 triptans 冇 ？sumatriptan、rizatriptan、naratriptan。我try 過，呀，我第好對我第有效嘅就是 Imitrix。啊，切 L oran 呀，你食。啊，有。哎呦，我第見一個藥啊，要 licorice 嘅吞唔落，我根本唔係。我你話唔知。你冇食過 licorice 咩？真正，我講聽真濟長人吼，無是個隻 licorice 味喎。哎呦，我真係係咪數 licorice 啲有那邊巴骨的？啊，對啊，我隻 licorice 咁樣佢好食嘅。冇 ，polygonum odoratum。佢哋藥嘅嗬是 imitation 嘅 licorice，冇安尼好食。嚇，maybe 啊。即係 CE flavoring 嚟嗬 ，licorice flavor 嚇。哦。medication flavoring 唔使中意水，經 licorice of all flavors。啊啦 ，licorice 味是甘草啦。甘草，對，甘草。嚟，我咁冇 migraine 我咁講。特別都加隻甘草，甘草都加隻。哦，我諗細陣時對隻甘草啊嘛。冇啦，就是波咁啲，嗰啲無是加 licorice 味，甘草都加隻呢。係咪是甘草我都未記。甘草是 licorice。好，一陣是苗草啊，一陣拉冷嘅，你去你肉鹽嘅。甘草是堅嘅嘛，堅嘅。Baby， 成個未使講有可能是伊個 imitation 嘅味，嚇，無相，應該無相。你食個你 licorice candy 嘅味啊？好了，好食哦。我只是個 black licorice 個。對，都是 black licorice 嘅味咯。特別我紅只驚，一早啊。喲，我係suka食。有人是有美怪不是個食巴骨的。別使食鵝黑色，我見啲別使食鵝黑。都冇得當呢味。哦 ，hex 嘅味啊，哦 ，hex 啊，哦 ，hex licorice 味，哦 ，hex licorice。OK 嘛，我還沒問題，呢個味就 OK 嘛。冇啦，有人冇食嘅，有人真係冇食嘅。你睇哦，你我食嘅 hex 近日 Malaysia 嗰度攤餅呢，我特到人對 Malaysia 我叫人當人餅。哦，啊，即餅我俾冇嘅。特別。大確確有伊人嘅家己種嘅愛 licorice， 即邊啲英國是 blackjack 啊，你俾 blackjack 是愛 licorice 嘛？我諗是 black balls，伊像隻白古利啊，你可能伊是 black balls，伊是白古利啊。特別有嘅人冇，你別講嘅有嘅人是你食嘅物件好食，別人講是無，是較我嗲。伊袂食鹽水啊，食鹽水講成個沙本哈，誒是 genetic 嘅話，讀到。是 genetic 嘅啊，伊無是講咧食雞飯啊，伊人若是係鹽水啊，伊燒嘅了，伊走嘅，伊袂食。係咪味？我唔知沙本嘅味係咪安怎？我唔知喎。鹽水是伊感覺沙本。所以沙本是安怎？就係講沙本嘅味是我去食沙本啊。喂，話is coriander，鹽水，鹽水咯。安怎有沙本？就是我唔知講係沙本嘅味，啷問人講伊是沙本嘅味，伊是蝦米味我袂知。無香啦。我朋友
甲我講是無事甲食啦，伊講甲作味喎。成個甲作唔是迄個啊興戰咯，冇，佢哋是白煞有興戰嘅，白煞有興戰嘅味。甲作是係咪味都知冇 ？Iron、ferric oxide。有當時啊，我接去走卡，我接去人嘅走卡，我係味咗。那是有甲作我係味咗。哦，哇！你冇甲Iron哦，佢係只甲作。哎呀，安尼講cyanide咯，你是迄種人20% of the ones 會味到 cyanide 啦。我想講大人嘅味咗 cyanide 是興戰嘅味。20% 人講你開 autopsy 是20% 嘅人會味到 cyanide，那是都是 cyanide poisoning。哦，only 20% of the population 我做工啲你困擾嘅事啊，你再冇人幫啲就嘅病人啊，那是叫diabetic ketoacidosis。伊個breath， 伊個 breath 有 acetone 嘅味啊。你kuna baru 20% 嘅 nail polish 嘅nail polish 嘅哈，切整個刷嘅baru 20% of people 嘅video acetone 就係冇，所以你kuna baru 20% of 你kuna 嘅 video 嘅 acidosis 嘅哦。我唔知。我好其實我係 video，所以人接嚟有 ketoacidosis 差不多被過嘛了啊，我 video。哎呦，安尼當嘅 acetone 嘅味，嗰時一衝開時，伊個 acetone 個了出來。會使是叫 super power 啊！我都係知啊，但係味啲 I smell it。誒，等我 OK，然後我講 pain management 是特嘅，人講按照痛咧，按照人去控制這種痛。用你頭腦 mind control， that's the only way。我是 mind control。mind control 啊，really mind control。我 mind control 加 physical control 啥頭痛咧，可能我會揪頭毛，你話係 grind 嘅。哎呦，grind 嘅，假啦，你是講你是眼靈嘅呢？那最起你 just 你假咯，假隻棒隻，意思 release 啫，係咯。我叫我手機，我手機開咗這類啊，所以。我是 mind control， 我是 mind control。啊，你講我按怎 manage 你用頭腦？我講話唔通每碗物件。你係 pain management 是你咪嚟插亂話？唔係我插亂。我自己講，我 pray number one， 我 pray， 我自己講 this too shall pass，this too shall pass，this too shall pass， 我自己講。Actually，你人嘅 brain 你有教嘅人啦，有教嘅人你是用你嘅教嚟成個解你去你 brain control 本事，較無教嘅人有可能較我感覺有教嘅人較迎接佢哋 mind 誒佢哋 state 嚇，你無教嘅人係一步一個成講一個學講安怎去。有咧時候講你講 let go， 還是要 relax 啊，還是要人你有教人，你成日講我 surrender 還是啥物？我無教人有人較 control 入去嘅 state of mind。我成日當人較教做呢款嘅物件，because 當人嘅方式啊，有唔知是唔知啦，人嘅。人關係啦，你看你 concept confusionism 啊，是係咪？係啦，較應想安尼款，阿冇人白哦。阿冇人是想 rational 是唔是？嚟講寬好啦，你用 logic 嚟講啦，人就係講人 physiologically 裏邊啦，人嘅身軀 if 人嘅身軀被打閒啦 ，our mind will shut off。So I just tell myself that number one, I ask God for help。嗱是講。半好講 God 無 help 半好，特別我再講 God 會 help 啦。我再講嗱，我聽到我被打嚟試啊 ，you will 你 body is shut off， 所以你食佢嘛。So you just tell yourself that you just have to hang on because if you can take it. If you cannot take it, your body will shut off. Okay， 我俾問你啦，你人嘅經驗是人有相信天講嘅會甲打閒聽。compare 噶，冇相信講嘅。
我感覺咯，because when 你講佢哋 mind over matter 啦，岑老師講嘅。Actually, when 你講 mind over matter 嘅時候，there's a few things 啊。Because if 你 relax 啊，你暢快 normally 用你皮講暢快啊，你嘅 body 會加，你身軀會加relax，所以是講你只只疼啦，是講你 muscle 疼，還是你骨疼 ，you will release that muscle 咋。The more 你 tense up 啊，你身軀個較硬啊，你會 experience of 你會 pain 啊個較懸嘅啦。Correct. Important thing like that's why 佢哋男啊，成日講咱愛食驚啊，伊學暢快都是，安尼物件，你 control 你 body 嘅 muscle，你 body 嘅 reaction 啊。你看，隔了佢哋是掉，隔了佢哋是掉，特別較硬講嘅做。對啦，但所以你腦就夾樣佢你身軀啫。你腦叫你身軀 relax，you know， release the tension。That's why it's part of it。我是啦，差不多上個講好有個人，我是感覺就講有相信天講嘅人咧，伊 already 會曉你是 true religion 啊。伊寫一條路，你接去 get into that state of mind， 是無嘅人，有可能該艱苦接掉。係 zone 啊，你 meditation zone 對。所以我會記，我甲你講，我播出去是無拍嚟，知唔知？我會記嗬，我會 visualization 啊，我會用，我會成日講，我會看伊個刀啊，我厝頂個刀 ，because 伊個 clinic 個刀，㗎啦，我會看個刀，然後我會成日講。我係 focus on 你刀嚟講呢，一邊去邊啊，แล้ว去邊嘅看，成個我家己直直 focus 咗，แล้ว變咗我未記一聽去咗就，所以我係 rechannel 我係 focus away from 我係 pain，唔是講係無聽去，特別一無安尼聽，所以我係成打喊真正講，我係 threshold 去較關嘅，我係 rechannel 成個 almost 成個我家己 self hypnotize 我家己嘅呢，是哦，你是真係好啦，你真係 zen 咯，你。特別係 train 呢，即係你物件咧係 train 呢。我係變咗成個 mechanism。你成個你講啊，若是講有個人有一個教嘅啊，你有一個 security level， 你有一個 confidence level，you know someone will take care of you，someone will catch you。伊唔是講就 hopeless 冇事冇啦。I suppose 你驚時你第參了啦，你若是驚，你若是無驚，你較會打喊。人驚係咪 ？We are afraid of the unknown. So when you know that something will be there for you, you have a security blanket. You obvious, 你驚，你本是驚 but you know that they will you. Yeah, regardless, know what someone will not let you down. On the flip side, on the flip side， 有個人啊，伊無教嘅人嚇，特別伊直接 at peace with 伊嘅 there's nothing， 成個。需要就是無了，特別伊會教你 set up mind 嚇，是講 ，OK， 當今我未需要就未需要，我無伊成個，係你是另外 on the other extreme 啦，無教人啊，係講你去到你地步本好啊，伊本未 panic， 伊成個，OK。Instead of trusting something else, they trust in themselves. 伊是成個講，特別伊個唔是講成個我會啊，有你是講講。是就是啊，唔是就唔是啊咯。伊是接受啦，所以接受對。然後伊本會教你識，特別一個人我個唔知未必是人嘅頭腦上面，你真正坎坷放，愛放物件是真正坎坷 ，let go of things 是真正坎坷物件。有教無教，咱們 struggle 特別我覺得有教人較硬 let go of things，because 你有一個成個一個。你有一隻 higher power 後，你講我放 surrender for 你，我咪還你啦。แล้ว無教人有可能啲想到講，哇！我按咗 control，你成日講家己要，我要家己按咗 control 伊啊，係咪物件？แล้ว你搞無力嘅時候，就真正坎坷就 stuck 掉一半。interesting 啊，就 interesting。有見啊，係你衝去潛啊，用皮講衝去啊，伊有 different 嘅就 because 啊。伊人講啊 ，scientifically 講啊，你用喙衝氣，還是用鼻孔衝氣，還是無相嘅就，你鼻孔衝氣嘅人，嗰時候伊是較 relax，because it activate 你係咪？伊人講係 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啊 ，that is when 你嘅腹肚會 digest， 你嘅 whole body is more relaxing。So 你在成個人講，哦，你 stress 了，你會愛看病。
because 你 stress 了，你成in a tension 啊，你 tension 嘅 state 啊，然後你嘅nervous system，你 immune system 會較差嘅。So important thing is 你是講較 more 就講 relax 嘅人啊，你 on the flip side is healthier in many ways. So 你要見你想搞煩惱嘅人，你個疾病，你煩惱個疾病。Because it affect 到你 body system 嘅就你 autonomic body system. So for example 啦，下個 COVID 嘅時，人講啊，人情馬殺一被衝開做咩數？特別 you know why 一被衝開？一被衝開面是講伊mask 殺掉，意思面是伊 mask 殺掉就伊被衝開 ，because 伊衝開用伊吹，了伊 kind of induces 像是 panic attack 嘅 loop 啊。伊嘅係你 tension 啊，伊嘅就講啊，起嚟講就係。伊先起嚟講嘅，but when you focus on 你 panic 嘅時候 ，nervous 嘅時候，或 anxiety 嘅時候，你 focus 衝開用你嘅皮腔衝開，然後你 body 就 will like relax into 伊嘅 normal state, you know. That's the reason, you know. That's why people 即係人有 panic attack during COVID 情馬歲數。It'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ask. It's everything to do with 伊人嘅 mental state. 對 ，because 你衝開用你喙時啲時啊，你走嘅時啊，你逼直嘅時啊，你有後面你衝開用你喙，所以你衝開用你喙，你 associate with bad things 嘅。我記我聽到做 yoga 嘅時啊，yoga 嘅時有冇時叫？要講就係你 victorious breath 就是成日你皮腔。你出嘅時本上皮腔呀，所以你窗開成個人講，你平時窗開，你做 victorious breath 係叫 ujjayi breath，就是你數加你窗開平時你成呢 1 2 3 4 1 2 3 4就接住啦，特別你做 ujjayi breath 係只等嘅，你使去滴滴氣1 2 3 4 5 6 7 8了個接。แล้วก็บัง出來 control อี breath 咁放出來你 slow down 你 breathing 一下你對身軀個會 relax 你結成個 panic attack 時你 short 你就咁啦hyperventilate 去特別我 panic attack 嘅時候我是用拔刀嚟窗開丹田啊，你是講你數接個簽啦，唔是到啲接個簽。because 你接較深了吼，一慢了嘛，แล้ว個有呢你拖出來那時呢，喙特別冚。可以慢慢出。我講嚟講下可以慢慢出咯，對，慢慢出，愛做幾難刀那款咯。對。人唱歌嘅人啊，若是你take singing lessons 啊，伊個教人唱歌嘅先生，特別講你聽，你唱開先啦，你唱開。就不多嚇，免唱開去那邊這邊，你唱開時你想個殺伊個風落去你個度，嚇，你會有個大。加開去你輕你會被燒呢隻嚇風嘅，你會接個去你落個去一啲，如果你落個去一啲，後你大份殺你其實你是跨崩跨嘅，然後較大風去，你就我聽到是。細漢嘅時唱歌先識嗬，我諗是你在較就是去唱歌嘅時，你有 pianist 就邊拍 piano 嘛，然後就是我同個朋友寫就一隻 grand piano 啦，然後我諗是按到啲用我嘅筆刀殺到啲一 grand piano 嘅位，然後去 grand piano 行。Yeah, that's good exercise。嚇，所以我頭先成日咧。激就激就，對一定嘅，我同你講，我白胃㗎啦冇 muscle 啊，定我即大 frame muscle 就 strong。係啊，嘛好嘛，你若是要唱歌嚇，練氣即係特別梅話嘛，梅話講你氣啊冇夠氣，都就是別用下你，但係你講 exercise 嘅唱氣都會練出來咯。Maybe 就是 because 你看啊，最近我唱歌係有氣嗬，嚇對誒。有影誒，就是你真唔是，你做咩事？你諗講丹田嗬，就是你 diaphragm 是 muscle 嚟嘛，所以你特別會 control muscle，你個會可以借氣接去入面。我特愛做你 diaphragm 做到，我做了我暗顯，
啊，但咩事唔是，你冇落 diaphragm 啊，你我啱顯就 hyperventilating 啦，你 hyperventilating 就是講你冇用到你 diaphragm 你知哦。啊，你when你用 diaphragm 窗開時啊，你輕，你 chest 被點動嘅，伊度講到8磅呢，要8磅呢嚇。Just envisage your diaphragm low key。你成日你就係一種 OK， 我講聽，我教人 diaphragm 嘅時候，你就係講人成日翕小影嘅時啊，鎖喺散散嘅看，你就係翕小影時看到把刀掏出來鎖喺散掉，特別 reverse， 人無啲時你放你曬到海流嘅了出來時嚇，係你就掉，你成日無人看時，啊你係你就是接學你 diaphragm 零嘅時候你接康嘅時，你試過 imagine 掉，學你把刀。嗱，擺那是較濟人是鎖掉嘅嘛，話青山眼啊，最過可能看是鎖掉。唔係衝佢啊！翕小影就唔係衝佢。然後你俾佢啲 diaphragm 衝佢時，都是 reverse 嚟嘅，你放佢啲曬到零嘅。特別你放佢零，特別你 hold 掉，你 feel 你把你 air 去接，成個我當然放佢零啊！你聽到我聲是，伊是成個衝佢聲啦，伊鎖接去。特別我把刀放零，當我用我情況，我雙佢錄人冇，我你眼嘅時你 diaphragm 度變呢，係咯，嚇，所以唱歌嘅時情況是就好嘅，是講你只唱歌嘅時候，伊氣咪接咯，然後你氣只出嘅了時你摸㗎啦，免情話啦，唱歌是免情話咯，超靈歌，免情歌。OK， 講下咩物件？即邊聽下邊聽，我未 share 未咁講者。哦，我愛講啊，一項啊，你人 lower back pain 嘅人啦。啊，我 a few years 嘅時，我冇有一個問題咋。特別 after 我學 about 這個物件了啊。Actually 啊，咱較久嘅人咧，嗬是關係坐頭殼嘅，你知哦。Actually 阿無人坐到，伊是不好嘅物件。So 你看囡仔，伊人囡仔真辛苦咯，安尼 just like 坐頭殼，因為伊人坐啊幾若點鐘有袂聽。Because 啊，咱坐落去嘅時，咱坐唔到，你知哦。我教伊話啦，你嘅身軀咧，嗬，你坐落去嘅時啊，袂使你看邊啊，你袂使死嘅頭嘅咋，你掉頭邊嘅坐嘅頭，不掉嘅咋。所以你 imagine 啦，你喺坐教椅嘅時啊，你腳穿條拖出來淡薄，坐去後背，你是隔嚟坐。So if 你去 exercise 嘅 class 啊，伊拉佢就講，你做你嘅 glutes 啊，你 exercise 你跳出去個口啦，是講，嚇你跳你成日翹腳穿嘅啦，嚇你腳穿嚟跳落嚟，一個嚟坐落嘅咋，你面是。坐落啊，個嚟跳嘅就袂使嘅咋 ，because that would affect 你。你是想講你做迄個啊，咱叫咩啊 ？squat， 要做 squat 嘅時係個 position。做 squat 嘅時，你腳穿埋出嚟咯，用下你 muscle。Because it straighten 你 back 去啊嘛，係。對，伊 adjust 你 back，你過來坐落，甲是對嘅咋。有你看邊啊咧，伊是頭邊嘅坐嚟，所以你嘅面頂是低，特別你嘅 lower 啊，你嘅 pelvic 是出來。拖你拔多出嚟啦，你看拖你拔多出嚟啦，係啊。我燒入去，你卡穿拖出嚟。卡穿。做啊，你看啦，甚至你卡穿咁做啊，你看啦，係啊。入。嚇對，即是你卡穿啊。然後安尼啊，嚇，你嘅 lumbar region 就俾拖邊正。所以你即係人嚟講，你袂使安尼壓。Don't slouch 啦，don't slouch。我講聽，我一部好上面啊，我關係坐時候，我是成日你講坐頭殼，我真係咩事啊？我坐時候，我係卡是，即係當劍後，我係卡是 criss cross 掉嘅就。成個人坐線嘅時坐卡，所以我坐你看嘅時候，我坐你後尾時啊，我 even though 我 slouch 本好，我未 slouch 一坐，因為我係卡 criss cross 掉時，我 slouch 一坐，我係卡到夾落去喺度。所以那時個我坐掉我無 criss cross 嚟講啊，我係坐甲直直處甲參拜，我係卡吹骨去，你 cushion 那邊去，你知唔知？所以那時我坐 criss cross 嚟講，我未處安尼坐，所以when你坐 criss cross 嘅時啊。你 already 卡出去傾傾橋嘢，對，所以
看伊拉坐誒，佢你 actually 是真正 neutral 嘅 position 嚟，你袂聽袂下面嘅，是講你坐落去 properly 啦，你 fix 下你 position 咧，隔嚟坐落去啊，你是 OK，特別你坐落去啊，你忙 try to fix that position because you end up 壞掉你嘅隻骨，硬壓啊，你是。有時啊，做 research 嘅伊人阿冇就是講做咩事阿冇啦，做 low back，俾伊人去 research 講係 indigenous 嘅 groups 嘅，了解伊人看伊人嚇，按照做是，誒我有一個 correction 嘅，哎呀我有過嚇，我喺度看到我有一個是物件，是 correct 你 sitting 嘅 position 嘅啊。是係咪啊？係你是？我在伊格達夫邊有一個 cushion 嘅，伊格達夫，即係，伊是二零車嚇。伊是唔是你拎正嚟，即是即係以後都白掉嘅咋？哦，係啲路嘅後邊咧啊！所以嗬，哎呦，安怎好難看下？哦，我知，伊係啲後背嚇，誒我安怎情，伊直都教到對你呢嘅位嘅。喲，成個 harness 呢？誒我未見到情嘅喎。係啦。Like a sex swing. It looks like a sex swing. 係啦，是 harness 嚟喎。OK，安呢？了，一普吉馬格達夫啊？嚇，對，迄個格達夫。哦。伊安呢？誒 ，that's quite a good idea, no？安呢縮掉。so，哎呦，嘛普吉落去。咧，伊亂看這條嗬，你格達夫係啲是依度做好你靠出條。掉啊，掉好你嘅 lumbar region，去。你就係我覺得太正會啊，去 physiotherapy 然後就係呢排講就去，แล้วพอแต่แล้วมาเบรก咯，ว่า physio therapist 教我一個 exercise 啊，伊講啊，真濟人無做啦 ，but actually 伊講 if you have to only do one exercise for lower back pain 啊 ，you do this one。伊講人特啊，像查某啦，人叫人就要冚卡，大波本是冚卡較優秀嘛。伊講你做你 growing stretch。你開你卡，你自己卡，你開咗大，你就開咗大。แล้ว你夾你身軀啊，至 as low as possible。伊講 stretch your growing muscle。伊講人真濟啊 back pain 啊，大波查某本好啦。伊講，甲了是人為之濟條啊，人卡可冚條。所以你開你掀你卡 as wide as possible。stretch your growing。伊叫我，伊講你開嘅時候，你幫住你 growing 啊，定嘅，你成講是骨嚟。唔是骨嚟，伊講是 muscle tendon。有 adductor tendon。แล้ว伊講啊，你 stretch，แล้ว伊講啊，你 stretch 嘅時啊，有啲人伊袂講用伊身軀節啊，你做一邊。伊講 if you only have to do one 啊，什麼啦，you just do that one。我老實甲你講，我特日做咧，我7年免去看 physiotherapy 先。哦。Really 7年我免去啊 ，because 我袂去嘛，我乜會去，我特別換車。แล้ว伊講開來卡垮。開咗大，你就開咗大。แล้ว伊講我，แล้ว有個人，伊講伊只教伊嘅時候，伊今日會開安尼看嚟哦。伊講特別 so and you just gauge your improvement。伊講你開時，你卡一邊時，你啊就講啊，你卡一邊。巴下邊。下一邊。Actually，有影你若是開你卡，你袂 slouch 喎。Why lumbar muscles drip 起喎？You stretch，伊講你幫你迄個攞條筋啊，伊講 you will think it's bone，伊講 it's actually not a bone，伊講 it's a tendon，伊講佢嚟正力正硬 ，and then 伊講伊硬噶，安尼佢嚟講是你直直 stretch，伊直直擰，伊只擰啊時啊，你 hip bones 啊，你 lower bones 啊，and 你大肌卡，你大肌骨嗰啲，你 hip 嗰邊啊，伊嘛是想有一個 joint， 一個 bola 嗰啲咯。Yeah。伊講佢嚟個啦是 control as your，伊講 it's a growing muscle， 伊講 just stretch your growing muscle， 伊講你幫佢嚟 muscle， 伊講你做 exercise 嘅時，你感覺有佢嚟物件啲，佢嚟 muscle 啲 stretch 啊，你就再講一樣，我 really 做。因為我講講，即係物件我買，即係同埋可能看下，伊是買，同埋是將會我到嚟買下，伊叫做 better back 哦，唔知伊票成叫 better back， 特別伊是好多隻啊，你使講你要起成個隻隻股到啲像 bleacher 啊，還是像 bench 然後特別無攤梯啊，然後你又骨酸啊，然後你斜隻嗬，伊是用你knee交掉啲你 knee 頭前要內 pad 嘛，伊就是係內 sponge 呢，所以交到你 knee，when you relax 嘅時候，伊是 hold 掉你 lower back 就，所以你使踢，像我當叫我使踢成個 relax 就夠嘢呢，特別我唔是踢到我夠嘢位就。
是可能坐到伊無後邊嘅啦。哈，對對。啊，所以我頂到嘅時，我想講我是做我嘅 calligraphy 嘅時，我介紹句嘅上面，特別 actually 是我嘅後背下邊眼啊，所以我買一個，了我嘛講我嘛，特別講因為是這個，因為是成個彎嘅，但是伊無甲卡無 cross 啊，伊是直直處甲上擺伊嘅 seat 啊，是你家隻，你知道？你講伊是直直處落去啊，變咗呢去。我是用一個咯，我係啲我係舊 lumber roll， lumber roll， 就是你 lumber roll， 唔是 lumber roll 啦 ，lumber roll 啦。啊，我係啲後背呢，所以我想 Bluetooth 嘅 speaker 嚟你是 ，smart speaker。我未試過係啲阿莫管。嗱，之後攞翻一票，即係叫做 better back。better back。阿 John 我係喺你拎入。about sitting posture 嘅話，咁好食喎。OK，攞佢哋票 better back。我唔知，我別叫我代表，我係記正係你咯。NPR OK，我去讀嘛，等我去睇。依人我只做 research 嘅啫。我知你 better back 是多 shark tank 嘅啦，係啊。我是咩？shark tank。哦。我唔知道代表我未記啊！即係嗱攞嚟看到嗰一句，但係你講卡出去意思係嘅啊，即係安尼款嚟咯。this one 出去咯。所以啦，你看你借，那是借你係卡 crisscross 啊，成個做咩是 crisscross？人講你 indigenous people 就是 because 人只借啊，乜是借你看啊？伊人苦借了，伊人徛，伊人坐，啥坐巴肚，伊人都無坐到伊嘅，坐茶啦，伊人都無聽。特別個 posture 嘅時候，係成你人講安尼款坐啦，嗬。我人做 teacher 嘅人較濟本是安尼款坐喎。最早啲 sit 嘅頭整嗰時講。because 啊，你坐你加尺下面嘅時喎，嗬，你袂使安尼款加，你特別。安尼款嘅，แล้วลูกการแชร์ลูกกล้อง物件時喎，嗬，嗰時安尼款借，安尼款都借跌嘅咯，即係唔是就正常嘅咩？冇喎，伊是干日借跌咩啫？伊本啊，拖出嚟，拖出嚟啫。當你落嘅時啊，你徛了啦，你落嘅時啊，你就用你嘅ขา腿嘅 muscle 落嘅啫。所以你會拉沙掉，你慢慢做下，你當然做下，你落嚟講，你慢慢落，你慢直頭坐落去啊。伊是坐，你落一啲 Q 了，你會帶嘛，所以就所以你慢慢落啊。係你都 correct 嘅。咱做係你讀掉啦 ，lunges，squat，你咪 check，你 squat 頭，佢你靠住拖無拖，你超寸跌啊，一對 straighten 你嘅。你拉沙掉，你帶嘛，啊，我也帶嘛，所以嘛是用 kilo， 我哋 glute 嚟嘛，所以你睇住嘅。嚇，就係太子我是唔使啦。太子，安尼，太子喺度。睇得快啲，所以你咪借時，等我講日走先。了，你咪借時，你咪是對正卡吹下，你卡吹對咪拖，你安尼對正對一對。對。哇塞呢！我那背哇，新加坡咁啲 ，that's a very good tip。我仲叫我對 practice from now on 呀。冇啦，我坐嘅時唔是有淡薄安尼咩？安尼款坐落去嘛？冇特人坐安尼。特別你安尼，特別你安尼曉無直接講你後背會拖，所以你咪坐時你是安尼款坐，特別你後背特別拖嘅之類，你手舉起來你腳喙就拖誒。特別我咁啲講掉咗，咱 North America， 咱阿摩人啊坐咗個嚟抓，應該是坐好好啦面抓。特別有你教伊嘅 sit 嗬，你特別調起你，你啊一隻較 comfortable， 伊成個伊好你腳喙配佢腳起後背有你 sit。特別袂水咩安尼款？對啊。都是即係調查某伊人教你安怎坐，你 portion 好好啊，阿摩啦，伊人是穿迄個 corset 咯。corset 這個啲 corset 是安尼 natural。你做 corset 啊，伊講你穿迄個 corset 了，你坐，correct 咧，真水嘅，你白先無去啊，特別真貴2000塊。喲，你 corset2000塊啊？
伊 cost 2,000塊 ，and then because 伊是 professional， 咁樣物件是用手做嘅咗。伊講伊做兩項款嘅 cost， 我講 what do you mean 兩項？伊講一項款咧，就是學你 posture、你 back pain 係咪貴嘅啦 ，health related 嘅。另外一項款咧，就是人愛情緒去 clubbing 嘅。哦，做你要細細呢。แล้ว有啲人啊，成แล้ว伊個是 custom 嘅咗，伊個你做 custom 嚟講。特別伊講啊 ，keyboard 是2,000塊。伊講正借迄個 Hollywood 嘅人啊，改訂。because 伊人是穿水嘅嘛。老闆是老闆就借你。咩叫老闆？你講 keyboard， 你講 keyboard， 我講老闆。At least minimum 2,000塊。我哋聽到2,000塊嘅講 no。咩呢？我家己叫迪哥伯。伊講你若是請你 course 好好，伊講一年好好事。特別你使咪是借啊是啊，細漢啊是借啊是，你人無成日講 teacher 有甲你人講愛安怎借咧？冇啦，冇伊人講借啲咩？伊人無講對安怎借借款就係。哦 ，That is the difference. Because 你借啲咧，你 just 敲你 spine 嘛，特別 actually 你今日敲你 spine 你夾隻骨啊，是唔對嘅咋？你跪你 spine 就敲嘅，唔是今日你夾隻骨嘅，你知啊？翹卡吹啦，你就未有翹卡吹呢？對卡吹嘛，對 hips。點解人個講翹卡吹無好啊？咪翹滴滴，所以你講翹卡吹無好嚟講，你滴滴嚟講嚇，變咗你就叫住佢啊，你就變咗唔掉佢啊。都特別係拗掉對 hip 你老人啦，嚇，嗱，我翹卡吹啦 sexy 嘛，你咪咁講冇。哦 ，it's because it's sexy，that's why 查某中意說情關地誒，你情關地啊，你就翹起來 ，so you look sexy，you know in a way。呀，但係你諗下，你講唔同情咯 ，especially 古仔查某通情長衫嘅嘛。就是啦 ，it look sexy。就是情長衫 sexy 啦，仲未試過講買 sexy 少嘅。不，長衫是人嘅 style，that is our costume。So 特別so you know it's paradoxy 啦。哎呀，我是細漢時，買 sexy 個買 sexy 嘅呢。貴。阿明開琴啦，阿明是個嚟 sexy 係勁啲嘅咧。我是感覺喺你老人啊，伊人貴檔咧，伊人袂打閒，你少年查某食。貴檔，冇啦，這本是上外口，互你看到酥酥本本嘅呢，嚇，房間妹就係琴咪先，哇，而家係勁啲㗎啦，我哋個咧。有陣時愛食一擺食一嘅。你使翹卡吹呢？你都無看少年人叫你唔能翹卡吹，嗰陣時你老查某叫你唔能翹卡吹。下算我無翹吹通翹。OK， 感謝大家講到這邊，哇，咱講聽咩講個卡吹橋哦，咱厲害哦。個有聽者最主要報唱歌，但係講未講了嘅，冇啊嗬。OK， 感謝啦。咱若是咱有別位隨聽時，或者咱個使別個 episode 就講過啦。我是講後尾隻 episode 較濟是老人，人講後尾隻 episode 聽嘅，咁人家就會較早講啊嘛，老人咁樣困了。誒，你覺得？早清，安怎你試試 ？OK， 感謝下禮拜再見各位。感謝咱嘅 Google Meet 嘅嘉賓。我開嘅啦，看佢一轉個一個人好本啊，其實哦是講困起了，有啲人成個阿龍呢。我成後點困了啊，係啦，後點是困啦。แล้ว個有人 Clubhouse 朋友咯，啦禮拜再見 ，OK， แล้ว時候，咱個一刀嘅錄音個，咱個一刀嘅錄音了無，了我就是叫邊個？乜仔啊？是乜仔啊？唔是乜仔，我知教過嘅事，我教過個一刀嘅錄音，了後尾個錄音一刀啦，我就對邊個？所以教過嘅事。你有見一個伊咩嘛？是乜？你講有乜仔有一個特別嘅 recording 咩？其實冇啊，冇啊。喲，你是放掉嘅啥物？我想講你見到一個，反正我燒掉。特別嘅 recording。I think it's September 啦， email 是 September 嘅個。OK， 哦 ，September 冇 email 我把 email August 呢？嚇，冇啊，我有收到你 email。你有收到咩？嚇 ，September 你收到啊？係啦，that day 呢嘛。睇你是唔是 August 咩？
我想唔到啊。哦，就是啦。哦，現節嘅啦，醫生。OK，我其實做咩事圖緊嚟估啊？甲講，因為是我唔知講我會安排掉佢哋引導包嘛，所以人就是講會安排掉引導包嚟講，我計做嘛，所以我特別等講伊 parents 伊 confirm 咩時間講，我就係講會使做即引導包，而且見他講緊話 topic。OK 啦，咁時候咧，禮拜再見佢，拜拜。唔是 Clubhouse，YouTube 啊！頂陣禮拜冇看到人，大隻 episode 咧，一邊一定看定聽伊看 subscribe 嘅時候，你對第集正嘅時對同條，就係條錄音時你咁樣講，感謝啊，拜。